豪姐哈，那到时候豪姐你就跟着哦哈，对，就是我们思慧介绍歌唱班的时候，大家就陆续跟着，好，好，所以美花姐你要记得你前面是你要跟上好。好，我们先看长老，来，我们大家先看长老哦。哇，长老，我们有班服了，长老你可以随时安排我们大家去演唱了，都不用担心衣服，真的哈。好，就里面可以加长袖。OK， 好，那我们站定以后，我会说，谢谢大家，今天我们特别呢准备了2首歌曲，第一首我们要献给在座的弟兄父亲们，让我们表达对你们的感谢。没关系，大家不急，我们等 PPT 出来哈。对，好，来喽，好，预备。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注意拍子，再柔一点。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好，要甜甜的，嘴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微不足道的关系，收下吧。我要请那个老师呢，静怡老师稍微再慢一点点，然后我要请同学们再快一点点，因为我们现在大家的尾音都在拖拍，好，感谢你。老师弹的是比较慢的扣，但我们不能被影响，我们都那个有没有间奏的前面都要对，都要再快半拍哈。感谢你做的一切，我呢，对，都是几乎只有停半拍就接下一句，好，所以我们不能被影响，我们是在正拍上，好，那我们就从间奏开始，好，来，间奏，对，好，这边，没有，有一段间奏，我会呜，然后我会讲一小段话，对。箴言23章24节说：“
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也必因他欢喜。愿在座所有的父亲，在今天我们都能领受上帝给我们满满的恩典与祝福。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1、2，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生换你岁月长留。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你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谢谢你做的一切，双手撑起我们的家，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了。感谢一路上有你。谢谢爸爸。这样好不好？对，好。对，好，这样可以吗？长老有没有？好。对，而且说谢谢爸爸的时候，对，哈，好，我本来还在想要不要加父亲节快乐，后来我觉得不用，因为你的谢谢爸爸已经很感动，然后再加上谢谢爸爸，辛苦你。哇，对，对呀，辛苦你。人家我们方大哥想要加台词哎，他想要加谢谢爸爸辛苦了，哎塞哦，哎塞，我们静怡老师都等你们哦。那再一次来，你跟天福哥一起说哈，感谢一路上有你。谢谢爸爸辛苦你了。2个人都合起来了。不会合得起来。第一，慢一点。你也稍微等一下，天福哥，天福哥也稍微等一下。你好，我们再唱一次。感谢一路上有你。谢谢爸爸辛苦了。对不对？你看，慢慢来，一定可以的哈。然后我们金怡老师的尾奏一进来，多感动啊哈。好。我们只有要注意的地方，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不能跟着钢琴这么慢，哈。老师是因为配合我们，他弹得比较慢，但是我们字与字的中间都不要拖拍。这首歌其实不是拖拍的，哈。谢谢一路上恩的，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哒哒哒哒哒哒。对。其实《父亲》这首歌的拍子是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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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都不要拖哈，很棒哦。好，再一次好不好？我们对，然后我们就接脚步了。好，好，来，好，今天我们要在今天的主日为大家献唱2首歌曲，一首是《父亲》。我们要用这首歌曲来表达对现场每一位父亲、每一位弟兄，我们心里面极大的感谢。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
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有间奏，我在等你那个。还有一段。还有一段，不好意思，还有一段，因为那个字还没有跳出来，我以为唱完了。没有，还有。你牵挂的海，出来了这一段了，谢谢你做的。是我们没有唱着。就是没有唱。那个大家有认识开白内障的医院介绍我一下哈。我真的要去开白内障了哈。好，刚刚唱到那个中间好，我们直接从这边接好不好？3、4，谢谢你做的一切，双手撑起我们的家，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了。在箴言23章24节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而欢喜。愿今天现场所有每一位弟兄与父亲都能领受上帝满满的恩典与祝福。我知道我们的问题我们都唱得太重了，所以因为你唱得太重，你就容易拖拍。我们等一下都要比刚刚唱的还要再轻一点，再甜一点，因为我们唱得太用力的时候，你势必要跳下一个字是比较困难，好不好？我们等一下再唱轻一点好，我们对噔噔噔噔，这间奏哦。好，来准备进歌，来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留。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谢谢你做的一切，双手撑起我们的家，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了。感谢一路上有你。谢谢爸爸，辛苦了。good 哈。没错。想到你爸爸小时候是怎么样的带你，然后背着你跑出去玩。我觉得唱歌要有画面，好，因为我们不是单纯唱出来而已，一定要有这画面在，回想，去缅怀小时候的爸爸是怎么样的爱你、疼你，好，把你视为掌上明珠啊。
是我觉得这个是很感动人的。好 ，OK， 谢谢。好，谢谢长老，就记得唱轻一点、柔一点，那个拍子哈要抓准，哈不要拖，因为这样会整个就乱掉哈。OK， 我们就第二首喽，然后就 OK 了哈。来，再3分钟哈，第二首。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1、2、3，来！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1、2，我只要更多几个，给我更多的勇气。对不起，对不起，你的我就不对，求给我，对不起，对不起，这边是求给我，求给我，对，是的，我会去割白内障哈，我去割白内障，这边是接求给我哈，是我错的。3，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啊，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谢谢，好，谢谢弟兄姐妹，谢谢各位同学，好，谢谢，好，那我们就回来，对对对，啊。
位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欢喜的日子，今仔日一入教会先快乐。哦，哪会遐尼侪心哦，一堆心，啊个红公公，啊个大家面笑嗨嗨，真好，很漂亮的画面。好，多谢真欢喜，欢迎社区的朋友来到阮斗阵做礼拜，上帝祝福大家，甲大家三个地地。只是咱要来串联信息，请咱献开401首，是一首我真喜意，嘛唱起来真欢喜，真赞，啊词嘛真水的诗歌。天父看到赤脚跋落，401，本来天父看到赤脚跋落，伊可怜伊艰苦，伊遐尼疼世界照我，伊也稳当听我。天父听我，天父听我，我在天父听我，我在伊听世界照我，天父稳当听。第3节。上帝创造悄悄恢复，已经万米大好，已经关心过伊世界，听当世间万人。天父听我，天父听我，我在天父听我，我在伊听世界照我，天父稳当。天父听你，天父嘛听我，听咱大家，请咱献开信息第2首，474首，474首，明日只有信靠主。这条是甜蜜的歌。来，每日只有信靠主，艰难中也信靠主，希望我的心真诚，信靠主就得稳定，时时刻刻信靠主，日子快乐就靠主。伫遮我要甲大家提醒一下，咱咧迄个告别，咱咧念书道新的改名的时阵，咱拢念我以新的改名互你，是我用新的改名互你，我用新的改名互你。好，伫遮甲大家提醒一下，好，咱备办心来做今仔日的敬拜。
这是耶和华所定着的日，咱伫即个中间要欢喜快乐。老爸怎样怜悯伊的囝儿，耶和华怜悯敬畏伊的人也是安尼。圣诗第401首，天父看到赤鸟拍路。会众正起立。天父看到赤鸟拍路，伊可怜伊艰苦，伊遐尼疼惜这鸟啊，伊也分担听我。天父听我，天父听我，我知天父听我，我知伊疼惜这鸟啊，天父分担听我。伊风山顶的百合花，显出时时好看。自那鸟我草木芳花，我知伊也听我。天父听我，天父听我，我知天父听我。我知伊疼惜这鸟啊，天父分担听我。上帝创造这几花，已经完美大康。伊真关心福地世行，听通世间万人。天父听我，天父听我，我知天父听我。我知伊疼惜这鸟啊，天父分担听我。阿门。请议员徛伫，同齐来共读新的诫命，请。恁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恁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源头。我以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请坐。交读启应文第24篇，伫新信息后壁面37面。启应文第24篇。我来客，恁来印。所行完全遵探耶和华的律法的，遵守伊甘真的话，专心找伊的。少年人着用什么来清气伊的所行？我专心找你，求你毋通互我迷路离开你的诫命。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情因为忧苦来消融。求你，互我的目睭挖走，无看虚假。你的话将我救活。我有受苦是做我的利益。我若毋是欢喜你的律法。
我听受你的律法到怎样啊？你的话做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开帖就发出光。你的公义是永远的公义。同心压头来祈祷。听阮阿爸爸上帝，感谢你，互阮今仔日会当组织伫圣殿来敬拜你，来听谈上帝的话。求主开阮的心门，互阮用诚实的心来找求你。愿上帝的话达你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引带阮行头前的路。主啊，今仔日是父亲节的主日，阮特别为着每一个老爸来感谢你，感谢你赏赐阮有老爸、有老母、有家庭。虽然这个世代真混乱，人的内心有真侪挂虑甲操烦，总是阮知，阮诚做上帝的儿女，主颁全阮做老爸的，伫家庭内底做一家之主，有责任，互阮的儿女有好的模范。主啊，你起初拣选大笔的时阵，伊是上尾的，伫旷野过羊仔的，连伊老爸亚西嘛拢无放伊伫安内。总是你看重的是伊的心，无看外表。你讲，这人就是你起来互伊抹油的。主啊，求你赐福每一个老爸，互阮学习大悲的心，知影我靠你，无我靠家己，来引带阮的家庭行伫你所欢喜的路。互父亲毋但有能力做家庭生活的照顾者，搁做人命的带领者，家庭的带导者。主啊，阮也为着所有家庭来祈祷，因为即阵世间变化真紧，家庭压力愈来愈重，夫妻关系彼此相离，爸囝母女渐渐失去连结。主啊，求你怜悯阮，做听帮助阮修补破碎的关系，帮助阮甲人的关系有信任、有美好的连结。主啊，阮今仔真欢喜，阮的父亲节主日，毋但有银发族、青少年甲主日学的献诗，甲阮做伙来学罗上帝。愿主感纳阮伫你面前的敬拜，恳求圣神甲阮同在，安静阮的心，专心仰望你。愿阮伫今日的敬拜，搁一摆体会到你是阮永远疼阮的老爸。是信实永远无弃杀阮的主，阮的恳求祈祷，拢是奉耶稣基督的性命来求，阿免。学罗圣歌队要用着出大声向上帝唱歌，请圣歌队。
着出大声，上帝唱欢喜的歌，着主出大声，耶和华唱欢喜的歌。今日圣经记载伫撒母耳记上第16章第1节到第6节到第12节，记载伫旧报后壁面，请听我来读。第1节，耶和华和撒母耳讲：我已经气杀扫罗，无予伊做以色列王。你为着伊忧闷，要到倒落偌久啊？你着用甲底油满满。去啊！我要找你去伯利恒的人亚西遐，因我伫伊的囝的中间陪伴一个王。第6节，伊已经来，撒母耳看见以利亚，意思讲，耶和华所要抹油的，果然伫伊的面前。总是耶和华和撒母耳讲，无得看伊的容貌，甲伊身躯的大汉，这人是我所拒绝，因为耶和华得看，无亲像人得看。人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心内。亚西叫阿比拿达，互伊对撒母耳的面前敬价。撒母耳讲，耶和华也无紧这人。亚西阁叫撒玛敬价，伊讲耶和华嘛无紧这个。亚西互伊遮个囝7个拢对撒母耳的面前敬价。撒母耳互亚西讲，耶和华也无减这个。撒母耳互亚西讲，你的囝拢伫遮嘛？伊应讲，阁有一个煞尾的，呾咧饲羊。撒母耳甲亚西讲，你找人带伊来，因为伊也未来，咱无要坐倒，就找伊带伊入来。伊是赤色，目睭清秀，生做好看。耶和华讲，这人就是你起来，甲伊抹油。圣经读到遮，进度。姊妹牧师要用老百姓来甲大家勉励，时间交予牧师。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同齐做伙来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今仔日是你所定着的日，恳求主你拍开阮的心门，互阮会当借着你的话语，也借着信心的感动，互阮每一个人拢会当来思考，也会当来搁较深来认捌。阮伫天顶的爸上帝，你的心意，愿咱的祈祷感谢，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前一礼拜，台湾的民主经历大罢免浪潮的洗礼，经过这场大罢免浪潮的洗礼呢，有人真欢喜，总是有人真哀伤。伫通过甲无通过的中间，诚做基督徒的咱所要看重的，毋是某一个政党的胜利。迄才是失败，乃是上帝意思。总是咱的天父上帝的心意，往往毋是遐尔啊好理解，甚至有时啊，咱会产生真大的误解。伫表面所展现的成功甲失败，减就是真正的成功甲失败。牧师相信，大多数的基督徒拢会捌问上帝讲，是安怎会安尼？这是啥物情形？实在拢看拢无。伫咱一生过程的这个中间，咱有侪即种的问题。有时上帝会互咱甲咱讲，到底是为虾米？问题就在伫无拄拄上帝甲咱的回应是符合着咱所想的。今仔日咱犹原要小看讲一寡以色列第一个君王扫罗的代志，因为今仔日有侪银发族好厝边。长辈到伫阮遮，可能大家对扫罗、对以色列，毋是遐尔啊清楚，到底是啥物情形吼？今仔日咱所要讲的以色列，毋是现今伫中东地区的迄个以色列，是3、4千年前，吼是3、4千年以前的迄个以色列。扫罗呢，就是
迄当阵的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是上帝所拣选，诚做迄当阵以色列的第一个君王，好小，互大家小可了解一下。对于这位以色列的第一位君王扫罗来讲，伊互上帝拣选，互上帝拣选这项代志，到底是上帝在找伊麻烦，还是要互伊的性命有通调整的机会？亲像伫教会有一寡人受选，诚做中职，诚做同工，会感觉上帝是在找伊麻烦啊？有无？有啊，有人讲毋通选我，毋通选我。特别到伫团契要选会长的时阵吼，大家拢走相味安尼，毋通甲我选，毋通选着安尼。有人会感觉互上帝选着是在互找麻烦，总是有的人也会感觉讲是一个真难得，通搁较多亲近上帝、服侍上帝的机会。当然啦，服侍久久，也有人可能会感觉家己实在是大材小用，受看轻。伫服侍的过程，难免会有一寡意见无相同的时阵，咱就将这个无共款的意见也当作是信心的提醒，也着把握这个通调整的机会。无论这个意见是毋是有得到接纳，双方为着彼此的合一，着做伙爱来努力，千万毋通一定爱拼一个输赢，毋是你赢就是我输。一定爱，亲像咱伫咧厝里，今日父亲节感恩礼拜嘛，有时咱伫厝里会冤家有意见无合的时阵，意见无合一定有，因为咱拢是无共款的人。过来咧，若会冤家扭制，过来咧，那这个大生气吼，这个心理的情绪如果没有被抚平吼，那个后果大家在那种电视剧里面都会看得很多啦吼。总是咱千万伫教会来讲，伫咱的信用千万毋通为着爱拼一个输赢，弄得大家面红耳赤。扫罗就是扫罗这位以色列第一个君王呢，伊就是一个爱拼输赢的人，伊就是一个爱稳赢的人。我的意见就是同调的。恁大家的意见吼，恁大家若有对我有意见，就是看我袂起，这就是扫罗伊心内的想法。所以，当伊的军兵甲伊的囝约拿单对伊的命令提出无共款意见的时阵，扫罗就认为遐个人拢看伊袂起，伊就变面大生气。结果咯，就是今仔日的经文16章第1节，咱会当做伙看周报后壁面。耶和华，因为扫罗是耶和华上帝所拣选的，所以呢，耶和华即时就甲撒母耳讲：我已经气杀扫罗，无要互伊做以色列王。你为着伊忧闷要偌久啊？你着用角对油满满去啊！我要找你去比利行人亚西遐，因为我伫伊的囝中间备办一个王。扫罗竟然是这种的君王，实在互人感觉足刺心的。先知撒母耳对国家的未来感觉足忧闷。年老的撒母耳虽然对这项代志感觉足失志的，伊也感觉足无气力的。总是上帝已经出声，伊犹原就听叹上帝，就赶紧调整家己。足无爱顶动嘛，就爱去。伊就赶紧调整家己，出发到伫比利行迄个所在。撒母耳一到伫比利行，城内的长老就赶紧出来拍招呼，因为先知若会出现的时阵，通常就表示有大代志要发生啊。亲像咱伫教会，若是爱牧师出面的时阵，可能这项代志就较大条，毋是长老执事，迄才是团契同工会当处理的。就看牧师紧哦，大代志发生啊！哦，这安怎？有牧师出面，表示有大代志。先知的出现，伫迄当阵也表示上帝要出手啊！上帝是要来找麻烦，还是互人调整的机会呢？遐个长老的内心噼噗跳，就安尼带撒母耳前往亚西的厝。
经文第16节到第10节，咱也做伙来看。今仔日经文第6节到第10节讲，因已经来，撒母耳看见以利亚，意思讲耶和华所要抹油的果然伫伊的面前。总是耶和华甲撒母耳讲，无伫看伊的容貌甲伊的身躯的大汉，这人是我所拒绝，因为耶和华伫看无亲像人伫看。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心内。亚西就叫阿比拿达，互伊对撒母耳的面前经过。撒母耳讲，耶和华也无经即个人。耶稣佫叫沙马经过，伊讲，耶和华也无经即个人。耶稣互伊遐的7个囝，拢对撒母耳的面前经过。撒母耳甲亚西讲，耶和华也无要经即个。伫旧约时代，咱拢知影，大囝哦，大囝伫家族的地位是真受到父母的看重。所有你想象会到的好物，当然也包括因的家业。咱即马就是讲，若是老爸过身，就是遗产嘛吼。伫过去迄个时代，大囝会当得到双份的遗产。双倍啦，吼，双倍。大囝比其他的囝拢加摕1份。一天顶港有名声，下港有出名的先知撒母耳，甲城内的正长老雄到伫亚西的厝。亚西这位老爸第一个介绍的是甚物人？当然嘛是大囝啊！伫老爸的心中，大囝是伊的荣光，是伊的欢喜。对先知撒母耳来讲，这也是理所当然。以利亚这个亚西的大囝，亚西这位老爸一开始就将伊的大囝介绍给先知撒母耳。相信伫亚西这位老爸的心中，也已经准备好要来接受，爱得到先知撒母耳的讹落。哦，看这个囝生做偌尼啊好咧！你看我的大囝。一面笑，一面介绍，一面心内足期待。撒母耳会讲啥？袂歹哦！你这个大囝赞，吼！你这个老爸，吼，袂歹，将你这个囝饲甲安尼，真好。撒母耳其实也当要讲一寡恶落的话的时阵，这个时阵上帝雄出声对撒母耳讲：无你看伊的容貌甲伊的身躯大汉。这人是我所拒绝，因为耶和华在看，无亲像人在看。人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心内。这个外貌并不是讲一个人的外表四正，主要是讲这个人所表现出来的才能。譬如讲，我们以前在读书的时候，都有讲到，中国古代都有礼乐射御书数，有没有？在读书的时候，大家还记得吗？就是以前呐，我们那个年代，现在年轻人大概没有在讲这个了。好，礼乐射御书数，礼呢就是礼仪啦，伫大方面，这个人好很有礼貌，好品性也不错，好很有礼貌。乐呢就是音乐，射好古时候有射箭嘛，好御就是骑马驾马车。书法，以前我们都有上书法课。现在学生有书法课不？敢若无啊？好像有吗？也有正规教育也有书法课哦，那也还蛮难得的。好，书就是书法，术呢就是算术，好算术。用咱现在来讲话，就是咱的学经历啦。好，就是咱的学经历。所以这个外貌呢，并不是表示咱的学经历。上帝意思是讲。就是这个外貌就是表示咱的学经历，总是上帝意思就是唔通只有看这个人的学经历，是要看伊的内心。伊的内心是啥物款的情形呢？就是爱看伊敢有敬畏上帝，敢有信靠上帝，敢有愿意谨慎超吹上帝的意思，敢有耐心听候上帝安排。总共一句话，就是爱要甲上帝有坚定。袂动摇的关系，上帝就出声，将撒母耳要讲出来的话，甲伊挡掉的，
一句话，撒母耳一句话还没出来就马上吞下去了。撒母耳伊在想吼，那不是大囝就应该是第二个囝啊，不是大儿子，那至少是二儿子嘛，对不？就应该是第二个囝。亚西这位老爸看撒母耳无啥物，就是看伊就介绍伊哩啊，介绍伊个大囝，那撒母耳都无反应，佫油头甲面安尼面油油安尼，伊就赶紧佫带第二个囝阿比拿达，带第二个囝阿比拿达到伫撒母耳的面前，结果撒母耳犹原无做啥物表示，即煞一直介绍7个囝。撒母耳拢无啥物特别的反应，伊的表情、伊的面色愈来愈沉重。撒母耳只是想拢无，这个竟然拢毋是上帝所拣选的。毋若撒母耳想拢无，亚西这位老爸伊也想拢无啊。到底即马是啥物情形？咱伫天顶迄位爸上帝，到底是要搬倒一出？亚西这位老爸心情，毋知大家敢捌经历过，心中明明已经有拍算，就安尼，互上帝创互乱去。伫囡仔的成长的过程的中间，咱诚做父母的，每一个老爸拢有对咱的囡仔有家己的属于家己的计划，也有无共款的期待。毋过，咱拢知影，上帝安排往往会互咱想象的无共款，甚至会互咱想拢无。伫顶个月儿童主日学的生活营，牧师用解文甲阿伯两个兄弟的例，甲大家劝勉。牧师甲大家劝勉是讲，无论是正餐，因为咱知影解文是正餐，阿伯是各样的。无论是正餐还是各样的，遐个伫学校表示讲，咱的囡仔。伫学校、伫才艺班所会当学到的，拢是属于外表的物件。礼乐射御书数，遐个拢是属于外表的物件。只有儿童主日学，咱家庭的宗教教育，只有读经祈祷，才会当互因的内心有快乐。对上帝的倚靠哪深，内心的快乐就哪强。这个拢毋免问，也毋免计钱呢。咱咧学习外表遐个物件，爱开足侪钱的，对无？吼，即马定定都毋是即马啦，已经几若年啊，拢在听讲哦，要饲一个囝吼，要备办教育基金吼，几若100万哦，偌侪讲愈偌侪哦。总是咱心内的快乐，咱若爱得到这个快乐。是毋免问、毋免计钱的，这个才是每一位父母所应当期待，也应当付出代价去努力的。亚西这位伫地上的老爸，因为先知撒母耳无特别的反应，伊规个人嘛强要戆去。大囝、二囝、3、4、5、6、7，哇！这7个囝，我讲句。无一个，互先知撒母耳，就是无一个互上帝，没有一个被上帝看中的。过来11节，撒母耳就甲亚西讲，撒母耳甲亚西这位老爸讲：“你的囝拢伫遮吗？你的囝拢伫遮吗？”亚西就应讲：“还有一个煞尾呾咧饲羊。”撒母耳甲亚西讲：“你找人带伊来，因为伊还袂来，咱无要坐倒。”啊，对吼，我还有一个细囝呢，我强要袂记去。我还有一个细囝，亚西强要袂记去，伊还有一个上细汉的囝，就是大卫。大卫伫城外过羊，毋知大家有发现到无？同款边17岁左右的少年。边有侪兄哥的细囝，阁有一个小弟，阁有一个人是啥物人？约瑟。大卫甲约瑟的处境完全无相像。咱先来看约瑟。约瑟的故事大家拢认识。约瑟的老爸有够疼这位
细囝约瑟，独独替伊做一领彩色的大衣。约瑟的老爸从来毋捌叫约瑟家己一个人去顾羊啊。约瑟的老爸雅各从来毋捌叫约瑟家己一个人去顾羊。约瑟的老爸疼伊哦，足疼，毋甘互伊家己去面对顾羊遐的危险。约瑟的老爸疼伊到一个程度，互约瑟的兄哥去怨妒。大卫的老爸咧，大卫的老爸亚瑟就毋是安尼，偏偏17岁的大卫，毋是老爸藏伫手里，受到保护的细囝。大卫这位老爸真好胆，互这个细囝一个人去顾羊。咱才有圣经的记载，大卫这个少年捌家己一个将伊所顾的羊对狮甲熊的喙，甲伊救出来。甲伊拖出来，甲伊救出来。佮因为安尼，因为迄狮甲熊吼，将伊的顾的羊，将伊顾的羊吼夹去。大卫这个少年，佮去信无？伊毋是讲夹去，莫夹我就好啊，吼夹去好，做恁去食，毋是呢。大卫就佮去入迄个狮，入迄个熊，甲伊拍，甲伊相拍，佮揪因的喙手，佮甲因拍死。有够无？17岁那尔呢？有厉害无？有勇敢无？有哦，吼！咱圣经的故事真精彩啦，吼！咱社区好厝边，所以无论是受到老爸看中的约瑟，还是无受到老爸看中的大卫，就算讲因的老爸对待因的方式完全无同。伫天顶的爸上帝，拢有替因备办上好的礼物，就是上帝伊家己。亚瑟这位伫地上的老爸，听到撒母耳的提醒，就赶紧找人，将迄位无藏伫伊这位老爸心头的迄个细囝大卫，紧找人，甲伊叫倒转来。12节，才有讲亚瑟就找人带伊入来，伊是赤色，目睭清秀，生做好看。耶和华就讲，这人就是这个人啊，就是这位细囝大卫。你起来，甲伊抹油。上帝就甲撒母耳讲，就是这个大卫是赤色，目睭清秀，生做好看。有可能咱在看这段经文的时阵，咱可能会想讲，这个嘛，毋是讲咧讲外表吗？毋是同款吗？伊的面赤色。目睭清秀，生做好看，毋是讲嘛是在讲外表，甲伊的内心到底有啥物关系？这段经文伫希伯来原文的意思，赤色就是表示伊规个人精气神十足啊。赤色就是表示他一个人整个人精气神十足。目睭清秀呢，就是表示伊的目光如炬，毋是像牧师即种吼，佮近视吼，佮淡薄仔老花吼，安尼吼，看啊雾。所以目睭，所以吼，阮两个牧师吼，要讲道的时阵，诚艰苦一项代志，因为阮要看远嘛，爱看远嘛，看到大家面，佮爱看近，佮爱看阮的讲道片，这目镜吼真歹处理呢。所以就毋是像牧师即种吼，目睭无够清秀啦吼，就代表着目睭清秀，表示伊的眼光如炬，炯炯有神，黑白分明，非常的清亮透彻。生做好看呢，就所强调就是内在品质的外在表现，他内心里面的就是他的内心非常的壮大，所表现出来的。生做好看是表示这个，亲像咱有时会讲，某物人看起来足有气质的，有无？有吼，咱有时拢会安尼，迄个人看起来足有气质的，迄个人看起来安怎个安怎，足好咧，还是安怎？等等，咱会对某一寡人的外表，伊所表现出来的，看出这个人的内心。所以这整个的
描写对大卫的描写，拢在表明大卫的身心灵，伊的身心灵拢是勇敢的。先撒母耳就伫大卫的老爸甲伊的众兄哥的面前，甲大卫抹油，设立伊接续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上帝意念果然是较悬伫人的意念，上帝的道路也较悬伫人的道路。伫大卫正式就任进行，还阁有侪的考验，遮的苦难拢是上帝塑造伊，爱要伊诚做合伫上帝心意的人的一个机会。虽然约瑟甲大卫，伊对细汉对因的老爸得到无共款的对待，毋过咱拢知影，因拢捌经历亲近的人对因的背叛。他们都经历过跟他们最亲近的人对他们的背叛，因也经历生离死别。这样你要少年哦，才17、18岁，就经历了人的亲近的人对他的背叛，也经历了生离死别，经历许许多多身心灵的痛苦。当因长大成人离开父母，当因在面对人生中遐个考验的时，因伫地上的老爸完全无法度伫实际上甲因斗相共。当因在面对人生的风波，因伫地上的老爸完全无法度对因有任何的帮衬，无法度对因为着因做啥物。好佳在因有一位伫天顶的老上帝。好佳在，因有一位全知全能的天父上帝，通诚做因随时的帮衬甲倚靠，互因的内心袂花去，互因的内心伫倚靠上帝的过程会愈来愈有快乐，也愈来愈坚定，会当伫逐款的逆境行出一条属于家己，也是天父上帝替因陪伴的道路。今仔日是父亲节的感恩礼拜。相信咱每一位父亲，拢有对咱的囝，甚至是孙，咱即马也有干仔孙也有出来啊，吼。咱拢有对咱的细囝的期待，总是咱着爱会记住，上帝所赏赐予咱的产业，就是咱的囝，毋是属伫咱家己，乃是属伫上帝。咱不过是暂时受托。甲因照顾，既然是受托，咱就袂当喧宾夺主，袂当用这个世间看做是好、看做是对的方式，甲因教导。独独就爱用上帝所欢喜的方式教导因，期待因成做一个合伫上帝心意的人。伫囡仔渐渐大汉，咱也着学习放手，互因家己好胆行往上帝替因安排的道路。迄只有时啊，咱会感觉上帝是在找伊麻烦，找阮的麻烦。虽然有时啊，咱会感觉这个安排互阮感觉真无爽快，总是对咱的细囝却是有利益的。伫罗马前书第5章就讲，就伫患难也着欢欢喜喜，因为知患难生出吞忍。吞忍生出老练，老练生出仰望，也仰望无直到见效。因为上帝听对所赏赐的咱的信心来灌压咱的心。无论上帝对咱的囝是有怎样的安排，咱诚做父母的所会当做，就是用咱家己，将咱的囝儿孙时刻带到天父上帝面前。这是咱地上父母的责任。也是咱所会当互咱的囝上大、上重要，也是上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永远拢袂过期，也永远袂朽烂。这个礼物是咱甲咱的囝一生上坚定的照盘甲保障。今仔日牧师有看到我们贤士弟兄到伫咱中间，甲阮做礼拜。咱知影咱的贤士弟兄。伫伊即个年老的即个时阵，失去伊的大囝，失去伊上疼的囝。
总是两位牧师迄天就是伫病院的时阵，伫病院加护病房，迄天阮会去，就是因为护士甲因通知讲，你的囝无法度啊，要拔管，要送他离开了。迄天信心感动牧师带因的祈祷，就是讲，主愿感谢你，感谢你想事之前有一位老爸，这位老爸将之前这个伊所疼的囝带到天父上帝你的面前。随望伊即马倒伫病床，倒伫病院的病床，真艰苦。总是阮知，阮所仰望的是阮知这个囝，这个囝会亲像后壁来喊安尼，倒伫天父上帝的胸前。天父上帝即时也将伊揽掉。我们知道，我们人真的很有限。我们不论是父母对子女的爱，也非常的有限。这个有限是在于，很多时候我们不能替我们的孩子受苦，我们不能替我们的孩子去背负一些我们自己觉得已经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是我们的天父上帝可以。当我们将我们的孩子、将我们自己交在我们父上帝的手里的时候，那个盼望是永不止息的。虽然贤四兄的儿子已经离开他们，是他心里永远的痛，但是因着有上帝在永恒里的盼望，这个盼望就是贤四弟兄的大儿子之谦，一直在永恒里都会在天父上帝那里得到最棒、最完整，也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同在。我们要为着我们有这位在天上的父，这位父上帝，我们要献上感恩。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阮感谢你，感谢你替阮陪伴一个老爸来养饲阮、疼惜阮、教导阮。阮知因为人的有限，无论是阮家己的父亲，或者是伫阮中间诚做老爸的，拢有无够业的时阵。总是阮感谢你，阮犹原有你这位伫天顶的爸，你疼阮，将你的独生圣囝耶稣基督赏赐予阮，救阮脱离阮心中的黑暗，救阮脱离这个环境中花好的遐个恐吓，互阮的心有光明，人生有快乐。阮继续恳求圣神帮助阮，常常甲你三千君，互阮所看重的，毋是外表的遮的现象，乃是心头会当抓互定军伫你的即种的性命的快乐。阮安尼祈祷感谢仰望，拢是靠主耶稣的名，阿门。回应是信息第474首，明日只有信靠主。信息第474首，明日只有信靠主。会众请起立。信靠主，就定有地。
请坐。这是进行奉献，请书汉的同工。会众请起立。请坐。公道，教会以上成全正信徒万民该做事，伫读经祈祷、委身服侍，甲彼此相调，互相来勉励。第一，公道的第一点，愿主保守所有的老爸伫耶稣基督内底的教导有慈细囝，互因行着行的道路，就是教导也无偏离。第二点，为着阮教会集体有陈王兰、李碧莲、刘淑珍、沈淑慧、陈丽水、黄世琪、陈怡君、杨志坚、林以诺、陈德明、赖清光、陈秀荣、李雅娜、林朝泰、邱千惠、李念之、许邀、秦贤次、陈文和。第三点，为中南部连续的豪大雨，求主怜悯帮助民生产业各方面重建顺利，救灾的物资会当达时到位。第四点，为顶礼拜大罢免浪潮，求主守护台湾民主搁较成长进步，愿阮所仰慕主耶稣来祝福大家平安。同心阿道来祈祷。
亲爱的爸爸上帝，你说的教诲赐予阮异象，愿阮拢会当透过读经祈祷、委身服侍、彼此相听，活出万民该做事的号召。求主帮助阮伫信仰顶面徛稳，一生忠心来服侍。主啊，今日阮特别为着在座所有父亲，甲无伫阮中间的父亲来祈祷。主啊，阮是真有限，嘛有软弱。主啊，求主你的听，充满阮大位老爸。主啊，通过今日牧师。用老爸心，互阮遮个老爸，当搁较明白、搁深明白上帝你的心意。转阮知阮老爸有真侪辛苦，伫生活中有真侪压力，求主你的听来包围围绕阮，充满阮老爸的心，互阮用。对你的听来领受，阮的恩典来教示阮的世界。主啊，今仔日阮也真毋甘听到陈先赐先生的失去伊的大囝。主啊，阮知伫世就无一个听，这是上听的听。主啊，阮甲阮的兄弟。做伙来为这个来提靠，我毋甘，愿主安慰伊，也安慰伊的遗族。主啊，我会为着教会真侪伫咧受苦的肢体来祈祷，求主亲自来看顾伊哋，互伊得到主的平安、力量甲安慰。主啊，我也为着中南部的大雨来祈祷，阮遮的。真侪人民在受苦，求主人民施恩。为着台湾的政治环境甲混乱，阮也常常真操烦，真烦恼。主啊，求主来掌管，求主亲自来带领阮台湾的民主的制度会来哪进步，社会搁较安定。求主使阮智慧，互阮的心，毋但是我靠人的才能，也毋是我靠人的权势，乃是我靠信心甲主你的听。因为我知影，阮的愿望甲真正的平安是上帝主耶稣内面。只是阮要做伙用主所教示阮的主祷文，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顶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历史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过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过负阮的人，无伫传阮离日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只是，我们。转换一下心情哦。父亲节，阮今仔日有银发族来甲阮做伙，阮欢迎阮社区的银发族的来拍无啊，因要首先来带来迄父亲节献诗，因为请银发族。我们真欢迎因平常
我们非常谢谢牧师们、长老们，还有弟兄姐妹们，大家平安。先跟大家问候，很感恩哦，我们歌唱班今天可以在父亲节这么一个特别的感恩礼拜来献唱2首歌曲。像刚刚思慧的弟兄特别说，我们要演唱的第1首歌曲是《父亲》，那我们希望借由这首歌曲来表达。我们除了对父亲的感谢敬爱之外，我们其实最要感谢是教会牧师长老们还有志工们对我们真的是好多好多的爱，让我们在这里领受到。好，我们就带来这2首歌曲。总是向你索取，却不曾说谢谢你。直到长大以后，才懂得你不容易。每次离开，总是装作轻松的样子，微笑着说回去吧，转身泪湿眼底。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谢谢你做的一切，双手撑起我们的家，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了。多想和从前一样牵你温暖手掌，可是你不在我身旁，托清风捎去安康。时光慢些吧，不要再让你变老了，我愿用我一切换你岁月长流。一生要强的爸爸，我能为你做些什么？微不足道的关心收下吧。谢谢你做的一切，双手撑起我们的家，总是竭尽所有把最好的给我。我是你的骄傲吗？还在为我而担心吗？你牵挂的孩子啊，长大了。感谢一路上有你。谢谢爸爸，辛苦了。谢谢，谢谢。在圣经的箴言23章24节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欢喜。”
谢谢教会，让我们歌唱班每周一在这边，真的是得到好多好多的爱跟祝福。接下来我们要带来一首很轻快的歌曲，叫做《脚步》。这首歌曲献给大家，谢谢。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举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你的脚步带着我的脚步，一步一步都有祝福。每个脚步我要紧紧跟随，走在蒙福的道路。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求给我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求给我更多的勇气，给我更多的信心，让我勇敢踏出跟随你的脚步，跟你行在水面上，跟你走在旷野地，曲曲折折我也不在乎。我只要更多信靠你，只要更多顺服你，凡是出于你的我就默然不语。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就算经过黑暗谷，就算遇到暴风雨，在你手中都将变成祝福。谢谢，谢谢牧师，谢谢长老，谢谢各位弟兄姐妹，愿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跟在座的父亲说父亲节快乐，好吗？1、2、3，父亲节快乐！感谢银发族，带来这么好听、感动的2首歌曲。刷甲我
我们请主日学这活泼。好，大概好，主日学要用让赞美飞扬，来献诗。欢迎主日学。
感谢主理哦。感谢这边代表主日学的家长，感谢校长还有老师们啊，非常的辛苦哦，要带领这群活泼的小朋友唱出今天这么整齐的，真的很不容易，他们练习了很久。谢谢老师还有校长哈，特别谢谢以轩。好，接下来我们请青少年团契啊，因为献的是爸爸之心2.0，好，那青少年团契，是有惊喜嘛？好，来，好，我们欢迎青少年团契哦，他们非常用心哦。看一下几号？教你2，我3。那个浩志把那个麦克风的声音都打开。喂。好了，一个是。喂。这个没电。喂。喂。OK。喂。没有电，换电池。还是要往下站。100去哪里？喂。你开着车带我旅行，生病时候陪着我到天明，躺在屋顶上看星星，躲在阳台陪我一起偷吃冰。就算平常很少跟你谈心，就算有时我会不想理你，但你永远是我心中的雄鹰，带我翱翔在这广阔的天地。小时候抓着说要陪到9，长大后跑步打球都是你在揪，如今已把汽水换成美酒，将来分个2地也不要太想我。我分开不再没关系，的关心停留在我心里。一转身，你永远笑着在我身后。想要你拉着我的手，一起走到尽头，陪着我走遍世界的各个角落，想和你看日出日落，在一起去看星斗，就这样牵着你手，一起完成每个梦。大家可以帮我挥一下手吗？你开着车带我旅行，生病时候陪着我到天明，躺在屋顶上看星星，躲在阳台陪我一起偷吃冰。就算平常很少跟你谈心，就算有时我会不想理你，但你永远是我心中的雄鹰，带我翱翔在这广阔的天地。小时候抓着说要陪到9，长大后跑步打球都是你在揪，如今已把汽水换成美酒，将来分个2地也不要太想我。我分开不再没关系，的关心停留在我心底。一转身，你永远笑着在我身后。想要你拉着我的手，一起走到尽头，陪着我走遍世界的各个角落，想和你看日出日落，在一
一起去看星斗，就这样牵着你手，一起完成每个梦。谢谢你陪着我走过那些成长路程，教导我学会人生的各种道理，跟我享受无限喜乐和面对重重困难。谢谢你爱我疼我，祝你父亲节快乐！祝各位爸爸父亲节快乐！好，感谢青少气哈，看得出来是他们自己写的歌哈，哇，真的很棒。那个牧师不要太想子爱哦，他自己唱出来的。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到哪。对，好 ，OK。接下来我们要来进行报告哈。报告第一点，教会消息。本主日是父亲节，感恩主日，感谢社区银发族关怀据点以及儿童主日学青少期都爱献诗。今日教会准备每一位老爸小礼物，由爱肯乐活工厂暨自闭症者设立的庇护工厂制作，收礼兼做公益。愿主赐福每位父亲平安喜乐这是要请郑梅长老来解水，来说明今天的礼物，谢谢。我起来家才看得到，3楼的啦哈。今仔日父亲节哈拄啊看到诚济欢喜快乐，银华族青少年甲咱主流欢唱新诗哈。咱教会哈叫关怀部准备父亲节礼物拄啊讲，咱的教会完结，咱有那个公益兼送礼啦哈。咱这摆是自闭儿他们的乐活爱肯工厂做，这来在下面，你知哈，打开就知道。不过我跟你们讲，这是坚果啦哈。像阮老公吼看电视无食物件真艰苦吼，所以吼，这回去可能就可以吃了哈。那我们谢谢所有的父亲啦哈爸爸，我都讲，爸爸就像一座山啦哈，在上面这样雄伟的矗立着爸爸像一棵大树一样哈，一张大树一样，那这样子的挺立着、资助着咱这个家庭哈不管伫天顶的哈，我们就怀念他还在市面上的，咱都有来孝顺伊哈搁一点咱同欢喜，咱有天顶的老爸通挖靠，我们所有的心思，所有一切，咱有主耶稣，咱的天顶的大老爸做咱一生的挖靠。那今天父亲节的礼物，来，我们青少年的朋友们，把我们现在咱的亲爱的爸爸们，可以站起来领你们的礼物看电视也让来讲。
吃这个我们这个自闭儿。我们请在场的父亲，好，在场的爸爸都请起立，请起立哦，哈，来，我们来赠送礼物啊。父亲好像比较少哦，爸爸他这边好像没什么，只有一位啊，那个几位你俩哈，哎，爸爸节较少了哈。好，如果有拿到父亲节礼物的，就可以坐下了。坐下哈，好，谢谢，祝福大家。那银华族他们也有准备给银华族的那个他们来献唱的礼物哈，阿英克你今晚请出来分发了哈。那这个是教会赠送给父亲节的礼物哈，啊这边只要你是爸爸，都会当站起来哈。好，父亲哈就来给他哈 ，OK， 谢谢青少年团契的帮忙哈。哎，台上这边有一位父亲，还没有哦，台上有一位父亲哦。3楼的有人发吗？3楼的父亲有，哎好，照明有没有拿到？照明有拿到 ，OK， 好。好，谢谢大家，祝大家父亲节快乐。谢谢，喂，多谢关怀部准备好大位父亲的礼物。拄我想讲，甲我敢会无，所以大家好，我们欢送礼物到这里为止哈，大家稍微。那个等到礼拜以后，我们再来开礼物哈，大喜包。好，我们接下我们礼拜的程序，就是消息报告。我们请那个佑书指示为我们进行消息报告。好，接下报告第2点。后礼拜2，台北中会中区牧者灵修分享会，2位牧师要前往参加，地点在北门教会。第3点。后礼拜6下晡3点半召开小会，请小会员注意。第4点，后主日要举行本年度第4届的圣礼典，请要受洗坚信礼设立会籍的兄弟牧师报名，以利准备相关的事宜。嘛，请所有集体备办心来存敬畏甲感恩，甲主人这坐倒。团契消息第1点，后礼拜5 9点半，北中上年部庆祝父亲节感恩礼拜，地点伫马街病院9楼大礼堂。第2点，后礼拜6下晡3点，妇女团契聚会，内容是心灵课程，老师是蔡文峰关怀师。第3点，8月16到17号。拜6、拜2，青少年团契举办夏令营，地点伫宜兰，2位牧师嘛要对往参加。具体消息1点，8月10号拜5上午9点，伫台北市第2殡仪馆怀爱馆到中山厅举行故情之前弟兄告别礼拜。火化后安葬于三峡家族墓园。要参加告别礼拜的兄弟，请伫1楼柜台登记，援助安慰遗作。告解消息第1点，大稻埕教会伫后礼拜主日下晡2点半举行社教150周年，甲传道师张新慈封牧就任教育牧师受职感恩礼拜。第2点，台北中会南门教会伫8月17号拜2，主日下晡3点半举行杜崇信牧师就任第6任主任牧师受职感恩礼拜。以上，奉献民生，若是有错误漏交的，请干事来订正。上营信息第513首，原著4号保护你。会众请起立。
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信心的扶持甲感动，甲恁众人三甲地地，对这事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未倒必回。